大只。古早有一个查甫囡仔，伊的名叫做Jack。伊甲因老母住伫一块公地，因瘦到要互鬼赶去。这个老祖人是靠纺丝仔伫过日，毋过Jack实在是有够笨蛋，伊热天就去晒日，寒人就坐伫壁路边角角的所在，其他的伊啥都袂瘾做。所摆人就拢叫伊笨蛋Jack。因老母无在着叫伊去甲斗做任何代志，最后就伫一个礼拜伊甲讲，伊若毋开始为伊家己食的糜做工课，就要甲赶出去，叫伊食家己。这个话袂输互Jack精神起，伊翻转工就出去甲厝边的做事人斗做工课，赚到1仙钱。毋过伊从来都毋捌摕过钱，所摆就伫伊要转厝的时，经过溪仔就甲钱拍甲落去啊！你这个戆囡仔，你应该爱甲钱摕去落地啊！因老母安尼讲，Jack应讲，安尼我后边就会晓啊。来过工，Jack就搁出去甲一个饲牛的斗做事，饲牛的就互伊一项牛铃当做伊迄日的工钱。Jack就甲翁仔接过来，摕入去伊外套的大落地仔呢，哪行哪省。牛铃早就伫转厝的路呢，抓甲剩无半滴。侥幸哦，你毋得爱甲牛铃跑伫头壳顶。老祖人安尼甲讲，Jack应讲，安尼我后边就会晓啊。刷落客转工，Jack搁去甲一个做事人斗相共，做事的讲要互伊一块昆里mun气术做代客。到后尾暗暝的时，Jack甲气术摕咧，就跪伫头壳顶行转去厝。伊到厝的时，气术拢总臭酸去，有一寡已经落无去，一寡是甲伊的头毛糊做伙啊！真正戆要死呢！你应该爱好了，甲捧伫手呢啦。因老母安尼甲讲，Jack应讲，安尼我后边就会晓啊。刷落过工，笨蛋Jack搁出门去做工课啊。即边伊是伫一个做芳的师傅遐斗做，人干那要互伊一只大猫公。Jack甲猫仔接过来，好了顾双手摸咧。毋过过无偌久，猫仔就甲伊绕甲大空势里，伊阁不忠，嘛干那会当甲猫仔放互走。到厝的时，因老母甲讲：“你有够饭桶呢，你应该都爱用绳仔甲绑咧，甲伊拖伫后壁行才对。” Jack应讲，安尼我后边就会晓啊。搁翻转工，Jack去甲一个太阳的斗做工，太阳的互伊一块真油的羊筋甲肉，当做伊的报赏。Jack甲羊肉摕咧，就摕绳仔甲肉绑咧，伫伊的尻川后拖土咧行。所摆伫伊到厝的时，规块肉拢歹去啊！因老母这边已经对伊完全拢无耐性啊，因为过转工就是礼拜，因老母无值得活，敢若会当食高丽菜做暗顿。你这个推哥，你应该是爱甲扛伫肩胛头，
因老母安尼甲讲。才应讲，安尼我后边就会晓啊。来就是拜一啦，办大只搁一摆出门做工。伊即遍是去找一个饲牛的斗做工课，人送伊一只梨仔做伊无闲规工的食礼。虽讲Jack 是生做真勇壮，毋过伊嘛有滴甲着讲，要甲梨仔举起哩肩胛头卷咧，实在是介硬斗。毋过伊最后也是成功啊！伊就安尼豆豆啊，甲伊的相片扛转去厝。就伫伊要转去厝的路呢，伊经过一间老仔厝，有一个好野人甲伊迄个生甲水当当，毋过臭耳人佮矮狗的五查某囝住伫遐。即个查某囡仔一世人到今也毋捌笑过，伊想讲，若无人有才调互伊笑，伊即世人就拢袂讲话啊。所摆即个老爸有公开宣布讲，若有查甫人会当互因查某囝笑出来，伊就会甲因查某囝给伊。就伫遮跟一只梨仔行过查某囡仔因兜的时，即个少年的女婿拄好当伫看窗仔外，迄只可怜的精神四只脚向天顶亮无停的，搁拼命伫喊吼叫。有影啦！即个情景实在是伤笑亏，查某囡仔全巴肚烂咧，放声笑，嘛即时就变甲听有声，嘛会晓讲话啊。因老爸有影是欢喜过头，就照聘照行，甲因查某囝嫁互办大只，只就安尼变做一个好野的新事。因翁仔某做伙住伫一间大厝体呢，则因老母嘛甲因做伙住，日子过得真幸福，一直到伊过身去。